一旦被员工克住，公司就开始魔幻了。老板从拍板的老大变成看员工脸色的小弟，事事都得商量，美其名曰民主，实则是没了话语权。公司文化也跟着跑偏，这哪是管理升级，分明是被人无形夺权。要是已经踩坑了，也别急，这3招教你扭转局面，但千万别瞎搞。调座位大法，把克你的人从核心位置挪走，让他去边角位待着，削弱他的气场，就像把老虎关进笼子。风水摆件救场，用山海阵、文昌塔这些风水物件，在你和他座位之间隔开，挡住他的坏气场，就像给你加了层防护罩。五行相生布局，根据你俩的五行属性调整办公室布置。比如你是火命，他是水命，水火不容，那就用木元素调和，木生火又生水，化解冲突。但记住，这些都得找专业师傅结合八字和实地风水来弄，淘宝随便买摆件瞎摆，小心越搞越糟。